希伯來書第一章，神藉着他兒子說話。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列祖，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我們。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，也曾藉着他創造諸世界。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，是神本體的真像，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。他洗淨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，就遠超過天使，兒子遠超過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從來對那一個月，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那一個月，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。再者，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，就月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論到使者，又月，神以風為使者，以火焰為僕役。論到子卻說：神啊，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，你的國權是正直的，你喜愛公義，恨惡罪惡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樂油膏你，勝過膏你的同伴。又說：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滅沒，你卻要長存。天地都要像衣服漸漸舊了，你要將天地捲起來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變了，唯有你永不改變。你的年數沒有窮盡。所有的天使，神從來對那一個月，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。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，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？靈修主題：基督的至高地位。經文重點：希伯來書第一章。神的啟示，作者指出，神在古時候藉主先知向人類說話，如今卻藉主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啟示自己，這強調了基督在啟示中的重要性。基督的神性，耶穌是神的榮耀和本質的象徵，這顯示了基督的神性和在創造中的主權，提醒我們是我們信仰的根基。基督的權柄，耶穌透過的犧牲潔淨了我們的罪，並坐在神的右邊，這代表住的權柄與勝利，讓我們有信心來到神面前。基督的超越，作者引用舊約來強調耶穌的獨特性，表明超越天使，並且是神的兒子。這提醒我們基督的地位與權威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給我們耶穌基督，讓我們能夠透過認識你，求你幫助我們在生活中活出對的信心行動，反思耶穌在你生命中的地位，並尋求更深的認識的方式。願希伯來書第一章激勵我們認識基督的至高地位，並在的真理中堅定不移。